個地方，稱呼叫悟空，稱呼叫悟空。無論力氣步伐，身手彷彿一片疾風。有條龍叱咤半個夜空，可幫你成功，可幫你成功。能令萬世達到心意去做夢。天是否知道壞人要利用？來到地球爆地球，唯有神龍有神龍專一統。細蚊白夜公，為了正義力保7粒豬強勇，7粒一起會溝通。有一也有種，若要勝利的必身心都會痛，然後望世界到處會大同。大家好啊！哇！上下嚟先嚇。Hello，呢邊係正面台㗎嘛 ？Hello，Hello。山也人生於這個地方，稱呼叫悟空。無論力氣步伐，身手彷彿一片疾風。有條龍叱咤半個夜空，可幫你成功，可幫你成功。能令萬世達到心意去做夢。成功。天是否知道壞人要利用？來到地球爆地球，唯有神龍有神龍專家好。咩嚟㗎？頭果翼啊！桃果翼。唔知咩味，係你嗰啲香啲嘅。唔准睇答案嘅喎，要撳佢先。咩？啲石咩味？芋頭咯，係啲咁。苦瓜味、紅味、樹味。樹味，呢個應該係圓嗰個。若要勝利的必身心都會痛，然後望世界到處會大同。有冇事啊 ？OK，點解你差你睇唔到啊？我見你唔緊要啦，大家。撒亞人生於這個地方，稱呼叫悟空，稱呼叫悟空。無論力氣步伐，身手彷彿一片疾風。有條龍叱咤半個夜空，可幫你成功，可幫你成功。能令萬世達到心意去做夢。天是否知道壞人要利用？來到地球爆地球，唯有神龍有神龍專一統。細蚊白夜公，為了正義力保7粒豬強勇，7粒一起會溝通。有一也有種，若要勝利的必身心都會痛，然後望世界到處會大同。大家好啊！哇！上下嚟先嚇。Hello，呢邊係正面台㗎嘛 ？Hello，Hello。撒亞人生於這個地方，稱呼叫悟空。無論力氣步伐，身手彷彿一片疾風。有條龍叱咤半個夜空，可幫你成功，可幫你成功。能令萬世達到心意去做夢。
知道壞人要利用，來到地球爆地球，唯有神龍專家通。細問白夜公，為了正義力保7粒珠咁用，7粒一定會溝通。